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是台湾新学院的学生，研究所2年级，我叫做张天玉。今日真欢喜来到高林教会来请安。我是代表学校感谢教会对学校的关心甲带导，而且嘛感谢四校牧师团导长职，互我有这个机会会当在这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嘛，望在耶稣基督内底，咱会当做伙在上帝的话中得到帮助甲好处。我是来自淡水国语礼拜堂吼，所以我是头一摆用台语来讲道，我嘛备办真久吼。若是讲了无好，那恳求大家会当体谅我这有限的台语吼。咱先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主，请你在这个时阵听咱心内的声音。恁知影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软弱，求你在这个时阵帮助咱，会当倚靠你保护的稳定，透放咱内心的忧闷，互咱会当诚做你所疼痛的囡仔，在你的面头前，常常将你的话语放伫咱的心内面。咱切切的恳求你，每工拢搭咱三脚伫地。互咱无孤单，会当知影你保守咱的心。咱安尼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新学院的教育常常教育咱，在解释一段经文的时阵，爱先了解灵法经文的背景。我嘛趁这个机会，简单的分享我家己，互大家会当小可灵法我。我出生在景尾，而且无真远吼。我一般爸爸妈妈拢已经退休。因的年岁拢真大，厝内有4个兄弟姊妹。我是咧读高中1年的时阵入捌耶稣，因为咧大学准备考试的时阵真操烦，压力嘛真大。迄时阵我伫一间私立的天主教学校来读册。伫高3迄年，我的同学带我去教会，我才明白有一位天父上帝，甲耶稣几个简单的故事。后来我慢慢参与教会的活动。在兄弟姊妹到教会无遮的关怀中，我才愈来愈知影，耶稣是为着我才来受苦。我慢慢知影这个信仰嘛真感动。1年了后，我才决志，互耶稣成做我的救主，受洗礼过教会的生活。信主了后，传福音成做我人生上大的使命。嘛因为这款的使命，我常常人传福音，特别是我明白的人来传福音。也毋过，因为我大家的装备实在无够，袂当回答所有的问题，所以我若有机会，我就常常来上课，甚至我去新加坡的教会来学习。迄段的日子，实在是我传福音上有负担的日子。后来受到上帝的好调，我甲我的先生，阮做伙来到新学院来读册、上装备。咱今日要读的经文，是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8节到第9节，咱三个做伙来读一遍。这样。我3摆求主，互你的我。伊同我讲，有我阮你就到遐。因为我未来是因人的软弱来成的，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这的软弱，互天公你来点我。我用华语来讲一摆吼，这华语讲有意思吼，伊是讲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。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。这是一段大家拢真了解的经文，经文中嘛有真侪的代志会当讨论，经文中的背景嘛真复杂。到底保罗所讲的是指的是啥物？伊讲的掠抗，也就是华语的复庇，讲的是啥物？保罗为什么要安尼夸口这的软弱？保罗的神学背景是啥物？
因为这个问题，咱会当来讨论，所以我今日要带大家做伙来讨论、探讨的是保罗所讲的刺。保罗所讲的刺，咱先来了解哥林多的教会是伫倒位吼。常常咱安尼读圣经读真济吼，拢毋知哥林多教会是伫倒位。哥林多教会是伫亚细亚遐看起来，咱有看一个哥林多跟坚革哩吼，把伊放大一点吼。好，伊是伫一个伯罗奔尼撒这个岛，这个岛是一个商业的中心。保罗写这封批信的时阵，拄好是尼罗皇帝在位的时，差不多是主后51年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哥林多的教会是伫当时一个真繁华的海港，真侪犹太人，嘛真侪基督徒伫遐做伙生活，所以基督教的观念、甲世界的观念，拢伫遐聚集。我今日第一点，我要来甲大家探讨的是刺这个问题。刺这个问题，伫神学的解释已经有真侪的范围，我感觉拢真有意思。有神学家讲，刺就是一种慢性的病症，有可能是骨刺，有可能是目睭的病症，也可能是精神病。咱拢知影，伫加拉太书第4章第13节，也有讲过。保罗头一摆传福音予加拉太教会的时阵，是因为身体有软弱，学者认为这就是保罗身上的骨刺。嘛有学者讲，保罗伫大马色路上拄着耶稣，因为大光在照，予伊马上看无物件。后来经过阿那尼亚的祈祷，信心的充满，伊的目睭好开，会当看物件。但过嘛是因为安尼，伊的目睭就受到损害，这就是所讲的目睭的病症。啊，搁一种的讲法是讲，保罗这种的病就亲像颞叶癫痫，这是神经元无正常的放电，这是一种突然间互人全身麻痹，暂时看无、心智嘛无清楚。上后，我要来解释，有神学家解释这个刺就是软弱。天主教有一个真有名的井口圣若望，这个主教伊就解释，保罗肉体的刺其实毋是真正身躯的病，伊认为这刺就是指的是攻击保罗的人。当保罗伫传福音的时阵，检采会拄着一寡反对的人，亲像传统的犹太人。假教师、外邦人的逼迫，咱在生活中拢会当常常看见。新约神学家德席尔瓦，伊对哥林多教会的理解，甲圣若望主教是同款的。伊伫遐讲着，保罗伫哥林多书信要处理的问题，就是即寡反对保罗的人。因可能是假教师，嘛是可能是当时真有名的铁学士、外邦人、犹太的基督徒，也可能是传统热心的犹太人，因特别看重律法，传另外一个福音，这拢叫保罗来忧心操烦。兄弟姊妹，咱听了遮尔多对刺的解释，你阁是安怎看待你生命中的刺？即款刺是甲你意见反对的人，也是你生命中的软弱。第二点，我要分享的是，当刺无离开的时阵，上帝就是使用这刺来提醒咱。毋管烦恼，咱拢袂当放袂记。咱是一个需要倚靠上帝恩典的人，来过得胜的生活。当刺无离开咱的时阵，是上帝予咱一个谦卑的记号。经过侪的困难，上帝才会当成就大事。伊予咱信心的应允，常常是当刺也袂离开咱的时阵，咱才会当看得搁较清楚，搁较知影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有一首我真爱唱的诗歌，叫做《恩典的记号》，伊就讲到人类的无完全，甲上帝的完全。咱每一个人拢亲像土粉共款，明仔载要安怎，咱拢毋知影。保罗嘛是安尼，刺的作用是爱咱无法度倚靠家己，只有倚靠上帝的力量、上帝的供应。
讲到抓空，这伫英文内底，即句本来是说，是讲 living， 上帝 living， 上帝住伫咱的内面。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有意爱即种受到抓空、受到保护、受到即种安全感，上帝点伫你的内面。我的身份是一位太太，我真意爱我先生对我的保护。当然，我的身份嘛是一位妈妈，我需要保护我的囡仔，我的囡仔需要安全感。伫遮我要讲的，互保护即种安全感是每一个人拢意爱的感觉。要毋过咱爱记，咱有一个上大看无着的抓空保护者，迄就是天父上帝。无论咱是看有看无，是日食还是暗暝，是软弱还是坚强，伊拢全然看过，全然知影，全然保护着咱。保罗伫遮知影上帝的心意。保罗家己是一个真有学问的人，伊是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。第8天就受到割礼，是以色列族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对律法来讲，伊是法利赛人，是加玛列的学生。咱都知影保罗真优秀，非常的优秀。要毋过伊嘛有伊的软弱，伊的软弱就是遐个刺，刺的疼痛掠着伊，互伊无法度徛立，无法度行路，无法度得意。可能嘛是安尼，因为伤艰苦啊，咱袂当倚靠家己，所以痛苦、苦难常常互人放袂去。我记得伫细汉的时阵，我爸爸是老师，我妈妈嘛伫做代志，我常常感受着一个人的孤单。伫迄阵，阮兜毋是真有钱，我心内一直无满足迄种的生活。我心内咧想，等我大汉，我要趁大钱。大学毕业的时阵，我开始走找头路。我伫航空公司、伫台所做代志。要毋过我也是感受迄种无满足的感觉。这无满足就真做一支刺，一直跟对我真正痛苦。伫这个世界中，无一项物件会当满足我。当这个满足，这个刺无离开我的时阵，我才想着，我以前有信一位耶稣。我开始转去教会找找我的信仰，才发现，原来耶稣才是我所需要的满足。受到呼召来读神学院，在读书的过程中，我嘛真软弱，真多的刺，常常流目屎。想到真侪人也未信主，我的兄弟姊妹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亲人，我心内就真忧闷。常常这刺就真做一个提醒我为因祈祷，为因来祈祷，为因来求。兄弟姊妹，伫遮当保罗讲着，基督的能力抓控伊、保护伊、踮伫伊的内面的时阵，这是一种安全感。这对保罗来讲是全面的，是偌重要的一项代志。对你甲我嘛是安尼。咱坐咧遮，毋是倚靠家己，是倚靠上帝的能力、抓控、安全感，踮伫咱的内面。保罗所经历的患难、甲挑战，伊毋是建立伫对人的倚靠，是倚靠上帝对伊的供应。即种上帝的抓控，嘛是安尼。保罗认为伊家己所受的苦难，袂互伊见笑。反正是叫伊搁较有资格，会当做主的使徒。上后我要用神学院的老师讲过话，对阮会提醒。伊讲，基督徒上惊赢的代志，毋是犯罪，毋是做毋着代志，是当上帝离开咱，无搁保护咱。这就亲像我的囡仔，因上烦恼的代志。毋是做歹代志，是当爸爸妈妈拢无爱睬伊，拢无爱治伊的时阵，迄是伊上烦恼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
当上帝无搁听咱的祈祷，当上帝弃杀咱的时阵，迄真正找找无着上帝，咱就要哀哭。我毋知伫你甲我的生命中的刺是啥物，是软弱，还是反对咱的人，是困难，还是咱身躯的软弱？即款的刺是真做你甲我生命中甲上帝和好，也是阻挡咱来到上帝的面头前。面对咱遮尔有限的性命，伫即个世代中，求主帮助咱，毋过来比较，谁比谁较强。咱做伙来学习，互上帝的能力抓控咱，互上帝点伫咱的内面，互咱会当敬虔，会当端正，会当平安无代志的过世间的日子。我盼望咱拢会当亲像保罗共款，因为上帝的抓控点伫咱的内面，互咱感觉遮的刺会当无搁亲像刺，反倒转的是一个得胜的记号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咱知影你爱咱，虽然伫即个世代中，咱会拄着患难，会无奈，会操烦，